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咱今日主日礼拜已经要开始，请咱做伙来唱会情诗。诚济，因为今日二中有考试，所以咱无搁敲复印钟声，请咱司琴走电乐。独独耶和华座位到永远，伊已经为审判安置伊的宝座，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正直判断众百姓。请咱兄弟起立，齐声来吟圣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权至大。主
才咱游园徛咧，以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8。也是诗篇23篇，请咱兄弟编开新圣诗后面第1009页。我客请咱兄弟来译。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尊至大、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非常感谢你的恩典满满。伫每一摆的6日工作了后，赐阮安息的日，予阮过头操劳的身体甲心灵会当得到完全的休养。阮借着安息的日，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学罗主的圣名。感谢主对阮所赏赐的每一日，予阮会当反省阮家己的过失，伫主的面前用虔诚的心，恳求主的赦免甲接纳，予阮会当过一届重新建立阮甲主三福的关系。人伫主所创造的万物中，走袂过马甲豹。气力较输过狮甲虎，人无双翅通飞，嘛无法度伫水底喘气。总是人有主所赏赐上大的恩典，独独赐阮智慧，将阮提升到地上万物上悬的所在。甲主有分3角年来管理世界。阮运用主所赏赐的智慧，创造逐面的器具，甲科技来帮助阮的生活，补足阮的欠缺。阮虽然无实，才会当比鹰鸟飞搁较悬的所在。阮无法度伫水底喘气，才会当伫藏比鱼搁较深的海底。阮伫主所赏赐的恩典当中，走通比马搁较紧，气力会当比牛搁较大。阮乌井引水，才做阮的水源；养饲动物，才做阮的食物。阮生活伫阮家己建立的城市内。
免拄阮伫野外环境中所会拄到的野兽攻击。当阮所看、所用的器具甲科技，拢是出在阮用智慧、劳心劳力所创造出来的事。阮心内只有看见人的伟大，无看见主的恩典。阮自看人是徛伫万物的顶面，袂记哩人的后面有主的掌权甲恩赐。阮毋知影好感谢，毋知影反省。若无主满满的恩典，人到底是算啥物？恳求主的赦免，互阮心内无神，无谦卑伫主的面前，降服伫主的权能，甲主建立三角和的关系。阮恳求主赐阮反省的心，除去阮心中的自私，以主的念头做阮的念头，互阮会当知影，阮毋若爱甲主相合，嘛着爱甲其他的物种相合。阮嘛爱甲天地、山海相合。恳求主使阮有相听的心，互阮愿意尽力保守其他物种存活的权利，亲像主保守阮的存活一样。因为阮知人无法度独独活伫家己所创造的城市内，人甲主所创造的其他万物相活相连。任何一种的物种若是消失伫地面上，人甲其他的物种也白白会受到影响。因为主所创造的原本是互相疼痛、彼此相合的世界。阮的感谢反省、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献歌队献诗，主啊，我上你。
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9章第1至第8节，请咱兄弟编开圣经新约第9页。马太福音第9章，耶稣落船过海，去到伊的本城，拄等有人扛一个便随的倒伫铺仔里来就问伊。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便随的讲：“囝啊，做你安心，你的罪赦啦。”有经学师几来人心内讲，即个人占权滥散讲。耶稣知因的心意，就讲：恁啥事心内囥歹意思啊？讲你的罪赦，若是讲起来行，打落一项较快。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变随的讲：起来，拿你的铺仔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倒去伊的厝。众人看见就惊，归荣光上帝，就是用即号权互人的。圣经读到遮。下面，请由志祥牧师为咱证读下面的宽片。主来平安，人心来祈祷。拄好，阮拍开你的话，求你嘛拍开阮的心，求你找圣神，就是真理的神，教示阮，临在伫阮聚会中间，互阮明白阮的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所讲、所反悔，拄好，阮真爱听、明白、顺叹，因为伊是活命，是真理，是阮心所欢喜的。拄好，感谢你听阮。愈读圣经甲敬拜，愈发觉你的听、你的恩典无自站，甲阮三角伫地，也从敬畏中间成做阮的帮助。特别你的教示、你的所做、你所反悔，阮欢喜听叹，对阮自责、敬拜、大甲领受，主感谢你，恳求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的观点是马太福音第9章，马太所特别要甲咱分享，也是要甲咱讲的福音。耶稣伫加百农，即个马太有讲落船，然后过海到伫伊的本城，这是表示伊常常伫加百农出入，遐嘛有伊所熟悉的信徒，也是讲学生，
最好亲像家己定定出入的所在。咱知影即个强权福音有马太、马可、路加，相反拢有记载即段的记事。马可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的1节到12节，路加记伫第5章的17节到26节。毋过你若甲伊比较，也是对照的时，马太足特别，伫咱感觉足有意思、阁有内容的一个过程。马太无交代，嘛无记伫福音内底，因为咱知影有一个变碎的，咱毋知影是以前得到耶稣要到加百农伫一个家庭聚会，所以伊召集。也是邀请，也是拜托，有4个好朋友，因是变碎的，伊袂当行路，无方便。所以这4人是跟伊到伫耶稣聚会迄个所在，然后拆厝顶的遐，将伊送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医治伊。马太无记这个，所以咱头拄读的圣经有伫第3节开始就讲。耶稣看见因的信心，这个因是复数。台语内底因表达无共款，一个是多数，一个是单数。耶稣看见因的信心，这个因当会指这个变碎的甲这4个跟伊来的朋友。咱对圣经毋知影是。这4个朋友先知影主耶稣要到伫加百农，也是即个变碎的要求耶稣医治伊，伊知影即个消息。不过因是有信心的人，听到也是还未看见，因就即个信，这是圣经内面所谓信心表达的本质，真重要的表达。伫这段圣经的中间。马太讲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兄弟姊妹，信心会当看见无？信心伫每一个人的心内看会到吗？信心的看见是行出来，毋是用讲的，毋是用你家己感受的，是行出来。所以信心有足侪无共款的表达方式。因为马太讲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好，安尼这段圣经中间，我要分享就是，兄弟姊妹，咱逐礼拜来做礼拜，也是查经，也是读圣经。马太有讲几样足要紧的，第一，耶稣看见；第二，讲耶稣知；过来讲耶稣讲。咱伫生活中会看见真侪事，会知真侪消息，也是恁厝里足侪朋友社会代志。嘛有足侪人讲什么讲什么，咱来敬拜要紧要知影，今仔日所领受所读的圣经，主耶稣看见什么，迄个是你爱看见的；主耶稣知什么，是你应该知；个耶稣讲什么，是你应该遵谈遵守的。马太将这种的福音、这个真理记载伫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我会选马太福音，无选马可也是路加，因为马可、路加拢有讲到迄个较细节的过程，就是因足担心，跟即个变碎的，然后拆厝遐，然后将即个变碎的送到耶稣的面前。马太用一句话：耶稣看见因的信心，感谢主。信心是会当看见的。信心是行出来，信心是咱的所信爱行做伫咱的生活，伫咱的行大中间表达的。好，过来，耶稣讲一句，爱好好想，毋是遐简单的话。耶稣讲：细囝，安你的心，你的罪赦了。在场迄个聚会。马可甲路加有搁较清楚甲咱讲，有法利赛人甲几若个经学师。
不管这人是想要明白耶稣所讲的道理是啥物，有批评当时的耶路撒冷执掌宗教礼仪的当局，这大祭司也是这安排礼仪的事，是有啥物无共款的表达，因嘛要爱知影耶稣讲啥物，因嘛要听耶稣讲的道理，这个甲马太要表达的内容，因嘛有看见，因嘛有知耶稣所讲的，拢是内心的动机、甲信心、态度是斩然无共款的。最近为了一个事，我想咱拢会关心甲大岛，就是以色列甲这个哈马斯的战争。咱知影这是真困难的，因为巴勒斯坦这的选民，也是讲这的百姓，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圣经内面，当亚伯兰的家庭起纷争，就是撒拉所生的以撒慢慢大汉，不过以实玛利夏甲所生比加13岁，所以因踢笑撒拉老蚌生珠，老蚌生珠哪有啥物唔好？笑就好笑哪紧，不过撒拉感觉你铁只官庙公，所以真不同，各甲因翁遐去。这拢是亚伯兰所生，所以亚伯兰非常为难。耶和华上帝甲亚伯兰讲：，你着照你的正房、正经、正宫就对，甲你讲的，互夏甲离开。毋过耶和华上帝甲亚伯兰用这影响亚伯拉罕的哦，总是我想夏甲嘛知影，你这个囝是出自你，所以我会祝福因，我嘛互伊成做大国。兄弟姊妹，上帝伫圣经内讲一个大国。包括即马伊斯兰教所有人有大无？大，几十亿的人的信徒。上帝话讲出来，伫圣经就一定安尼成就，因为圣经有讲上帝话讲出无空空倒转来伊啊。哈马斯用炮弹去攻以色列，以色列足早就想要找空邦修理伊啊，因为看伊伫遐嘛真袂顺。你阁敢用炮弹去攻击以色列的本土？以色列毋是抓狗的老虎呢，伊的军事甲伊抗命是真强的，所以伊当然要灭绝哈马斯。毋过伊讲巴勒斯坦足侪厝啦，也是病院，拢讲弄下时造成死足侪人的，甲足侪难民的，无厝通住，走来走去。人世界的即个联合国的足侪国家拢要送即个食物，甲送即个医疗物件到伫巴勒斯坦，竟然讲反对毋肯的是以色列，因为即个是人用即个世界共同的一个社区，也是世界共同徛起的所在，讲每一个人拢有资格活落去、住落去。啊，你共人厝弄坏了，人要甲因救济、甲因帮助，因无医药品、病院款即个百姓无通食，无厝通住。当人想要帮助伊的时，禁止的竟然是以色列。伊禁止的理由就是这物件吼，有可能较济，无论食物还是医疗的物资，会走对哈马斯遐去。是虽讲一定会，绝对有这个可能，事实嘛是安尼，嘛是爱通过足侪帮助的管道去帮助遐个巴勒斯坦，因为伊嘛是人。人因真侪人也无用炮弹甲你炸，因真侪人也无举刀举枪你啊，伤恁一个百姓，还是无一寡少数人尔。冤有头债有主，人足侪人是平凡的老百姓，巴勒斯坦人，何故害生安尼？因为落尾为着要找出遐少数的哈马斯的即个战士，用要无选择性的大人囡仔啥物，哇，这拢一起遭殃就对。所以我咧想讲，以色列人伊敢毋知影，这是明明拢阿伯拉罕的后裔吗？
恁以后免去记恁的上大的迄个祖先，恁信仰的老爸阿伯拉罕，因为迄嘛是伊的囝，你知影？啊，恁妈，你有你的理由，因为伊绝对要甲即个哈马斯拢照灭。不过，伫即中间一个足要紧，咱看到，也是讲感觉应该爱支持的，就是啥？听。虽讲因有战争，可是有一寡无辜的人就是无通食啊，病院无完全医疗的即个药品，啊，人足侪人准备足侪要送入迄个所在来帮助迄落难的人，都是嘛有人反对。啊好，只不过电脑兵来讲，有一个消息，有一寡消息讲。嘛有一寡对埃及这边无共款的管道，将一寡食物甲医疗物品要送入去巴勒斯坦的，有一寡以色列的百姓嘛起来反对。因啥反对？伊讲这物件若送入去吼，会增加吼，即摆以色列甲即个哈马斯继续的战争啊。无应该安尼，因为因要逼以色列政府紧的处理因足侪人质，去斗伫哈马斯也无法度投放。政府可能对这个无作为，所以因反对这种的救济，这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咱看过一项代志，甲一个足听起来、想起来足简单的讲的，有人有邀歌，有人有足看法。有才有所在有地动，足侪人我去甲因斗相共，啊救遐个缀伫个厝内底的人，也是有足侪家庭，因为因无厝通住，所以帮因设法帮助因，这是足好，非常好。因为即内面所要表达的是人甲人、国甲国、族甲族，不管无血缘的关系，啊毋管喏有听伫内面。这段圣经中间，主耶稣看见这个加别龙这个。变血信心，总是其中有法利赛人甲经学师。若要严格来讲吼，因就是伫教会内面吼，圣经上熟的人。因为经学师是偷写律法、熟悉诗篇，对摩西五经有研究的，所以因法度对耶稣所做。所讲的一句话中间，找出一个足要紧、正重的罪，因为知影除了上帝以外，无人有权柄赦免人的罪。耶稣知影因的心思意念，耶稣嘛用话点出因心内无好的念头。然后耶稣出一个选择题，假使你若对这个变罪的讲，你的罪赦免，啊是要对这个变罪的讲，起来抓你的袍仔转去。咱知影耶稣这个选择题，法利赛人甲经学师无选择，因若讲罪赦免，毋过罪有赦免无赦免，啊，什么人知影？所以有讲甲无讲。差不多，啊！伊无法度，亲像耶稣有医治的权柄，讲起来，抓你的袍仔转去。这个真重要。你讲，因拢是上帝的选民，甚至嘛，会当讲，伊是共一个社区、共一个所在、共一个加别龙所在，犹太人。毋过，因对上帝话有真济认捌，总是。因的作为的中间，迄个行出来的信心无，因为无听，毋是听迄真正变随迄需要听的人，伊感觉伊甲伊无关系，伊所注目的是耶稣讲什么，耶稣做什么。这个本来伫信仰、伫灵性、伫咱读圣经中是真要紧的注目。像咱的教会嘛，有简单的主题讲领受上帝之爱，体验基督救恩，赢至圣神同在。咱来做礼拜这项代志嘛，正重要。第领受，搁来啥？体验伫敬拜中间，无论伫诗歌、伫祈祷、伫信仰，搁要体验了赢至圣神的同在。
因为若无圣经的同在，你无法度正确明白主的意思甲上帝话到底咧讲什么。就好像马太伫即段圣经甲咱讲，耶稣看见，兄弟姊妹，每一个礼拜咱做礼拜来到礼拜堂，无论对讲道、对读圣经、对祈祷，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你若无对读圣经，无对敬拜，你的看见是你家己的看见，你的想法，这无一定是耶稣看见。好，马太伫即段圣经用三个足要紧的记载讲，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当会指即个变随甲伊遮的好朋友，所以信心是当看，信心是行出来，信心是用疼心去包容去做。过来，耶稣知，即个知就无一定咱有法度，因为耶稣随时知影即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心内咧暗念，因心内讲哇，即个人会讲遮尔夸口的话，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人会当赦免人的罪？是即个知识、即个人物、即个读圣经的，那用即摆来讲，就伊的贯通还是熟悉正确，这是足正确的，知识是足正确的。不过这个正确吼，也无听，做内容、做动力是空的，是死的。对这个变随哦，一点仔都无帮助。伊说起来反对耶稣有讲什么唔对的话无？讲道的牧师嘛会讲唔对话，咱嘛会讲唔对话。不过有当吼。会友来做礼拜哦，即礼拜注意讲牧师多一句讲毋对，剩咧伊讲啥，无啥知影，因为咱咧重点拢撒毋对。兄弟姊妹，这经学士甲法利赛人，迄个马太家记伫遮，伊无足明显，毋过用足悬的表达的一种文学，也是讲福音的记载方式，甲即个事实，我真。要爱知影讲奇怪，马可甲路加拢有甲迄个细节的过程讲，耶稣看见的信心是看见什么信心？你若读马太福音，爱小用摇、猜、想、看。你若读马可甲路加足清楚，因为耶稣看见的信心，就是即个变随甲伊死的好朋友安怎用心、安怎努力，因为迄时啊，伫迄个加百隆的家庭的住的人真济，因无法度对。地面上安尼跟即个变随到伫耶稣的讲道聚会所在，所以才拆厝顶的遐，将即个变随送到耶稣的面前。三个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拢有讲到耶稣看见因的信心正确，因为重要的福音每一个作者注目看重，也是咧重点一定拢共款，表示这毋是马太家己看到尔。马可、路加共款看到，好耶稣知影因咧讲互念的是，即马耶稣讲即句话真有意思，毋过嘛，毋是真容易解说了解。你想耶稣若甲即个变随讲，细囝放心，你的信心、你的祈祷、你的糜烂、你的温困，你要得到医治啊！有代志无？无代志，因为医治人、帮助人，这好事。耶稣若安尼讲都无代志啊，都袂去互这人甲伊定罪，也是互这个经学士法利赛人甲伊做记号。耶稣讲：细囝放心，你的罪赦是安怎？耶稣家己找麻烦吗？耶稣毋知伊讲安尼，遮来足大的麻烦吗？无够巧，是无？毋是，即内面有福音甲真理，即内面伫福音甲真理中间足要紧的，迄个要紧，我要甲恁分享。耶稣的医治，也是伫圣经内面主所做的足侪代志，包括伊讲的话。伊教示咱的，吩咐咱的。即个世间无人会当用系统、用规则、用一个套路，也是讲一个顺序，甲伊完全表达。
无可能。上帝所做的超越人所想象、所了解、所会当讲的，咱所讲、所了解，不过其中看到一小部分，知影一点点啊，然后听所讲足济时吼，可能嘛领受一丝仔尔。是真理的全部顶面，咱所认识太有限了，并且真容易了解错误。所以我会讲问查经、问讲道，讲唔对的，认捌唔对比讲对的较济。所以才有一句话讲，地狱乌噜噜拢关于牧师就是安尼，牧师讲唔对的上济啊。全你咧讲啊，你拢讲唔对啊。这段圣经内面，耶稣讲，你会做啥？因为下罪对迄个情形，甲对这个变数来讲，耶稣觉得比病得到医治较重要。安尼意思就是，这个罪下面有带来病啥医治。不过这个真理伫咱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有矛盾。你会无法度讲啊？这到底是安怎？因为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有一个人出世就啥青梅，对无？这个就青梅。学生看到是问耶稣讲：这个人出世就青梅，是伊犯罪，还是伊的父母犯罪？耶稣答：毋是伊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安怎？是要伫伊的身上安怎显出上帝啥？阳光还是作为？耶稣要讲过这个道理，若是安尼，耶稣他会对一个变罪的人讲：你的罪赦免。这敢是足传统犹太人的一个观念，讲若是拄着无法度解释，特别是这先天的这个变罪的嘛有可能，伊出世细汉囡仔时，就是有小儿麻痹，还是有白虎迄种病。致到伊的病毒，还是讲病即个感染，就变做小儿麻痹，所以伊就拢袂当行，袂当行路，行做一个变罪的。是伊犯罪，还是伊父母犯罪？当耶稣用足清楚讲啊，毋是伊嘛，毋是伊的父母。啊，毋过耶稣即摆对即个变罪的，却安尼讲：细囝放心，安怎？你的罪赦免啦！咱一般会想到哦，你会变罪，因为你有犯罪，你的罪毋知偌重，所以才安尼，毋对，受毋对，讲毋对，乌白讲。这段圣经的中间，耶稣讲安尼，要报咱一个足要紧的真理，因为对这个变罪来讲，伊的人生因为耶稣的医治。伊对耶稣的信心是足大的改变，甲幸福的开始，伊会行。所以，伫正人的面前起来，抓伊的袍啊，当因兜，伊会当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伊真欢喜，伊的人生开始变对乌白变彩色的。不过，有一天嘛是会死。这个罪解决的问题，是比病得到医好较重要、较宝贝、较久长。总是兄弟姊妹，这种的道理，这种的真理，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讲，咱真学得接受，咱嘛无安尼受，咱嘛袂爱。比如讲，今日有人生病，还是讲有人患病，还是讲你伫经济、伫感情，足侪代志都有困难。你带你的困难问题到伫礼拜天来做礼拜，你祈祷的时，你是毋是希望我这个问题、我这个重担、我这个困难得到解决？感谢主、阿罗主。有甚物人会对这个代志怎样想讲？我罪有赦免无？这个罪，若要严格讲起来，非常的宽。想唔对、讲唔对、讨唔对、祈祷唔对，拢有代志的。敢有人安尼想袂？啊，咱的重点嘛是会放伫讲，我的问题、我的需要得到解决，感谢主。做见证，无人会讲到遮深。耶稣深入浅出，伊对即个变罪讲：细囝放心，
因为这个放心嘛，有咧安慰这个细囝甲伊的家庭的父母。毋是你犯罪嘛，毋是你父母犯罪，是要通过这样代志，咱共同来看到上帝下罪的权柄，这种的荣耀，这种的恩典，这种的救赎，这种的疼爱。耶稣是对这个变罪甲伊的家庭嘛，在场所有的人，因为迄中间嘛有一个人参与伫这个过失、这个罪内底，就是伊嘛感觉无人看到，毋知影你毋知祖公，也是恁父母，也是伊做啥物歹，所以才有这种病，才会犯这种治袂好的病。嘛有人会心内安尼想，用真理来看，安尼想就甲伊共款犯罪啊。因为人伊毋是安尼，你。是讲你无讲出，你若心内想，你就定人的罪。这是咱常常会面对甲犯着的可能。所以耶稣讲：“这囝放心，你的罪写就写。”啊，当然耶稣知影讲即话一定引起这法利赛人甲这经学师的反对甲定罪。不过这是真理，所以我这段圣经我所。摕即个讲道的题目，这毋是我家己想出来写出来。马太2摆伫即段圣经的中间，讲起即个主题：赦免的权柄。兄姊妹，即个福音，即个主题，结连伫咱整个的信仰甲耶稣基督福音真理救赎、十字架保护一切内底。因为耶稣将这个权柄行出来了，又讲，独要恁知影，人子伫地上有赦罪权柄。兄姊妹，这个讲了是真理哦，非常的严格，你敢知影？毋是天顶第一哦，你敢知？天顶若法度去，拢毋免赦罪啊，就无罪啊。要求上帝个罪一定要被赦免，所以是啥？地上，所以赦罪这个代志是关于地上的，甲上帝国、甲天顶迄个国无关系。所以讲，人子伫地上啥赦罪权柄。耶稣讲的每一句、每一字，拢是真重要的。这里阮研究神学的时候，老师教人讲叫做电报文学。假使你有一个亲人，伊即摆伊外国，阿公阿嬷知影讲这。囝新妇因伫要生产啊，即摆因若生产了，台湾这边真爱知影因的消息。咱知影电报是用字来算钱，所以用上少的字表达上济意思，这就是电报文学。马太就是用这种角度咧记载福音，所以无去记载迄个死的朋友跟这个变碎的，佮拆厝遐，将这个变碎的送到耶稣面前。咱知影，若安尼是哦，对美国拍死去就好啊。伊若生后生就母子均安，看就好啊，知影？你的后生得到一个囝，老母囝平安。若生查某囝，母女均安，安就好啊。免唠唠长讲一大堆，重点明了。马太用这个方式，不过安尼有一个困难，你对每一字伊所咧讲的，伊所一句，迄个话量足细腻去想。因为耶稣讲，人子伫地上有赦罪权柄，这句是足大的福音。对我来看，一个人罪得到赦免，比一个人对死国活搁较大的信仰。因为死国活迄人会死，不过伊的罪若无得到赦免，伊以后是袂得救。不过当耶稣伫地面上宣告罪赦免啊，这个宣告毋是干对迄个变碎的哦，是对在场所有的人，所以。马太才会见证讲，人子伫地上有赦罪权柄，即句话耶稣讲的。过来，第9章的第8节，众人归因讲互上帝，因为伊将即种的权柄对天赏赐来到地面。啊，即个权柄首先施行的行出来，上帝的囝。教会就是有赦罪权柄，毋是你我，是咱同领受这个。不过教会通用这个世界，教会通用咱的社区，教会通用人分享、宣扬有赦罪权柄，怎啊？罪会得到赦免，
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主甲你解决，主甲你上到伫地，主帮助你。所以写做官兵，我读这段圣经，感觉伊这个重点甲这真已经将整个新约的福音甲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听，拢表达伫内底啊。这是一个真大的题目，写做的官兵。感谢主，教会靠主的名，我靠主的恩典，嘛因为耶稣互咱的恩惠官兵，会当向世界宣布讲，教会毋是趁钱的所在，教会毋是干求平安，教会应该逐礼拜定宣扬有写做的官兵。好，即句话用某一个小角度嘛，甲咱讲。咱基督徒因信称义啊，对哦。逐礼拜做礼拜就搁认罪悔改吗？是。因为即个世间常常有即款的有形颠簸。不过，讲台上帝的话，也是咱所领受的。每一礼拜、每一摆，写做官兵，拢相赐互咱。若是你信、你仰望、你求讨、你祈祷。所以，即句话已经将福音内面真要紧、整个伫信仰的内面的主题包含在内底啊。兄姊妹，若关系是一个主题，即句话耶稣所讲的，常常是整个的福音真理拢互相有关联的。所以我要分享，我则对马太福音，无对马可，还是对路加。我对马太福音、马太2摆伫即段圣经讲即句话：官兵，写做官兵。对不？即句话袂使对人讲，人无资格讲。耶稣才有资格讲。人子伫地上有写做官兵，感谢主。咱无法度互相，咱的人得罪你，你用互相赦免。不过写做官兵，这罪永远的解决，这上大的信仰。对耶稣来，伊办活日的四个啊，永远的活命，是对领受这个写做的问题。重要，足重要，大非常的大。所以我伫我读圣来讲，一个人的罪赦免得到永远活，是比对死人搁较大的信仰。不过一般咱也无好甲想，袂真阿面，无一定安尼，因为咱就是用我所想象，我讲这较大，也是我所想象袂到，这超过啊上大的。我家己捌做讶异这样代志，就是前有一个咱知影做苦金莲姊妹。伊是咱所捌的人内底哦，捌经历4个月啦。有人现场捌知影甲经历即个吼，足侪人拢得到帮助甲团结福音，毋过嘛有人哦毋信。我毋知伊原因是安怎，我嘛无啥爱甲伊讲。你有经历过即个信仰，遮大的信仰，你哪毋信？我毋知伊有毋信伊的理由啊。当然人。咱即圣经只有解说，伊根本就毋是上帝要拣选的。犹太嘛，看过足侪耶稣行的信者，伊嘛是无信啊。这无奇怪，因为拣选的恩典出自上帝。毋过咱讲主爱足细腻，因为上帝希望所有人拢得到赦罪恩典。这对我来讲嘛，上大的，我无法度理解就对了。因为无足侪人的目睭有遐尼大的恩典，看到一个人是对死人过活即款的。信仰，佮有人嘛是毋信。这个事实套入这段圣经，拄下用，毋是病医治的问题，是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讲：“这囝放心，伊的罪得到赦免。”感谢主，咱每一人领受即句话，就是对4个月。因为你的活命对爱进入地狱，应早于上帝讲。然后这个讲足大的保证甲稳定上，永远永生永远活。我有讲过，任何人的病得到医治，也是问题得到解，拢是世间暂时的一段时间安尼尔。咱就对这个变数来讲，伊即摆会行路，会工作，伊用甲正常的人过共款的生活，毋过一天伊嘛是会死。你莫想讲，伊得到信仰，一定就信耶稣呢？无一定。耶稣当然宣告伊的罪赦免，就是伊的活命已经进入上帝国，嘛是上帝所要拣选的。因为耶稣看见这个是被上帝所要拣选的。圣经足清楚，耶稣有讲：我看见爸所做，我才做；我知影爸所要做，囝嘛做。耶稣毋是家己做，
不过伊的看见，甲咱的看见哦，天差地。主帮助咱来教会，就是每一礼拜对听道、对查经、对祈祷，看见主所看见的，伫圣经内面的话，知主所知，迄是爱知。讲就爱作细字，不过咱嘛爱宣扬耶稣的好，对我的拯救、改变、疼痛。感谢主。下面的观点是马太用足少的字，表达出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一个足大的文典。马太讲这是官兵，耶稣讲这是官兵，咱嘛是这是官兵。感谢主，咱有这个官兵，咱有这个自信，咱嘛传这个福音，大家来祈祷。主要说，我感谢你，通过无共款的场合，伫你所行所做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咱逐礼拜听，常常想的是，求圣神就是真理的神，教示阮，帮助阮。因为阮虽望人罪悔改，因信称义，毋过伫阮的想法、伫阮的讲话、伫阮的行答、伫阮的做人，还佫有真侪缺点软弱。犯罪，所以我无看家己已经是完全无罪，无感谢你已经有应允，阮信的人要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因为阮所倚靠毋是家己，是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所留的宝血。所以阮当认家己是有罪软弱的人时，阮逐礼拜爱敬拜，爱群活伫你，爱听你的话，要看见你所看见的，要听你所甲阮讲的。主啊，帮助阮有这种的信心，这种火热的心志，这种的顺服。感谢主，逐礼拜敬拜拢对你的话领受帮助，真理的引带，光照阮的心灵，也帮助阮学你像你听阮，帮助阮跟对你像你引带阮伫逐种的境遇的中间。主啊，赐阮伫你祝福伫阮，而且会领受。逐礼拜敬拜，阮教会团契聚会，阮常常有种机会安尼组织，需要听谈你的教示。感谢主，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在这起日来唱回应的诗。新圣诗584首，至圣救主罪人朋友。我。
请坐。下面请郑淑胜执事甲刘若仪执事担任咱今日的书献。请坐。伫报告的大声，毋知有今仔有新的朋友来甲咱相甲聚会，阮无注意到无？若有，请你举手。若无新朋友来甲咱聚会啦吼。咱进行咱今日的报告。伫报告大声，请兄弟编开周报第3页。本周金句，我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马太福音9章6节。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马太福音9章6节，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马太福音9章6节。周报第2页、第3页有刊登本周甲后周的事项表，请咱有时间的兄弟注意。周报第3页本会消息。今日咱非常感谢本会出身的尤志祥牧师来咱教会为咱来证道，非常感谢。咱后一个主日礼拜举行圣餐，本会邀请小会议长张宽牧师来咱教会主持礼拜，甲圣餐，请兄弟
陪伴心，甲主共坐倒。第三点，今日礼拜后有爱餐，非常感谢赖秀珠执事主领，4、5个人伫灶骹咧无闲，准备非常好的爱餐，互咱享用。咱爱餐了后，请喜乐小组伫饭后来负责清洁。第四点，咱教会有继续签约歌谱的版权下载，一年的费用是3999块。咱兄弟也是团契，有需要伫网络下载歌谱的时阵，请咱甲行政办公室记接。第五点，中执会通过继续签约，咱教会场地公共的意外保险。第六点，进前伫咱本堂驻点的风和弦管弦乐团，已经伫3月底甲咱教会解约，因陆续将因的乐器，甲因一寡行政的物件拢先进空伫6楼的这个空间。第七点，2023年拄咱报税要用的奉献收据，已经伫办公室，请兄弟领取搁签名。第八点，后一礼拜三的祈祷会，咱邀请的关怀小组是美民小组甲恩慈小组出席参加。咱伫祈祷会会使将咱生活中，也是咱的家庭，也是咱心内所拄着的问题，拢会使借着这个祈祷会来向咱的主拜列，邀请咱兄弟同心来祈祷，互相支持，互相有气力非常欢迎咱兄弟会使伫每一礼拜三来参加祈祷会。第九点，有登记新安宫的兄弟，请到办公室领取。第10点，咱教会继续邀请兄弟参加咱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咱定着伫2027年会当将圣经新约甲旧约拢总甲读一遍。咱用这个读圣经的活动来诚做上水的礼物献互咱的主。咱邀请兄弟继续有参加的意愿来向办公室报名。关怀协会的消息，关怀协会第2届的理监事名单甲理事长各任职的人事名单刊登伫咱周报第4页，请咱兄弟看周报内底所刊登的内容。周报第5页。第1点，青少年团契今日聚会了后，11点20伫5楼副堂有聚会。第2点，双年团契今日爱餐了后，伫11点40伫1楼副堂有聚会。双年团契第2点，伫5月12日爱餐了后，咱有邀请曾明才弟兄为双年团契来主理这个生活的分享。咱直接要特别恭喜曾明才弟兄，伊伫顶礼拜伊的新书发表会有顺利来完成。另外伊的新书嘛大时代小记者嘛顺利来出版。我头拄仔得到消息讲，伊第1版这500本拢已经完销，非常的恭喜，嘛非常感谢曾明才弟兄又将伊的册赠送咱本会的图书馆。其他第3至第6点，请咱兄弟参考周报所刊登的内容。其他
周报第6页甲第7页有刊登着特经计划圣经的问卷解答，甲咱本会这个收支月报表，总共若有老丁、二丁、五丁的部分，请咱兄弟这个财务部长来反映。即摆我邀请咱兄弟，当心为着咱会内有辛苦病痛，也是需要特别关怀的事项，也是针对咱个人的家庭、咱的生活，咱当心压头来祈祷。愿伫天里愿意听人祈祷的阿爸爸啊！我要将阮所挂虑的代志，用阮虔诚的心，透过阮的嘴，恳求主的看顾甲保守。阮会内的青年子弟，近期就要参加会考。恳求主赐因全意的心伫考试顶面，互因用认真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重要的考试。恳求主的看顾，会当保守因的身体，互因有好的精神甲体力来准备考试。我嘛要为着即届伫华联地当中受到影响的玉山新学院来恳求主的帮衬。新学院因为地当的缘故，学校的教室甲宿舍拢有受到损害，恳求主的保守甲祝福，会当互学校的收建工程顺利来进行。恳求主的恩典临感阮有辛苦病痛的兄弟，恳求主保守阮教会，互阮教会有适合的牧者来带领，牧养独行教会即顿羊群。恳求主看顾阮教会所有的年长者，特别是因为病症，当伫咧病院接受治疗，或者是因为身体欠安，伫厝内底收养的兄弟，恳求主你甲因三角之地，赐因上大的平安甲祝福。我安尼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即阵咱兄弟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尽量行出来咱的走廊甲咱的兄弟用大声的歌声来唱歌。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搁一摆唱歌，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搁一摆。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相信来听你。请咱同心徛立来唱。真圣诗391首。乌老天顶主宰。
请牧师为咱祝祷。愿天父上帝听痛，圣经咱的主耶稣着福音的救赎，圣神的感动扶持带领，伫咱每一个人家庭、工作、甲大家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今这请坐，默祷，电乐结束了后，甲离开，拄日礼拜堂。